細細聽我講，呢個係而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。轉溝首個韓國脫髮原因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。喺短短10日內，令你嘅毛孔帶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。呢個正正就係貼士眼閉頻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一件事，鏡中嘅我頭髮稀疏，當冇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。食煙筒即是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。而家我知道缺乏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打開咗新嘅血管同埋提供營養，清白能量吧，希望嘅種子，我只喺7日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。睇住我，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，保持頭皮健康。當毛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要到來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毛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小費幣幫忙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誠實嘅努力去救我到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夢見再次揾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我哋會一齊一個新嘅我，而家非唔需擔心脫髮。